喺學生食嘢嘅時候，童工需要檢查食物嘅質地係唔係適合學生嘅能力，而飲品係唔係需要加入凝固粉，而且我哋需要控制每一啖嘅食物份量至1平羹。童工亦都應該避免學生食高危嘅食物。高危嘅食物有以下3種：一、過硬嘅食物，好似硬糖、果仁；二、具黏性而且唔易溶化嘅食物，好似棉花糖、糯米糍、年糕、粽、煎堆；三、唔能夠吞嘅食物，好似香口膠。童工亦都應該提醒學生進食時應有嘅態度。食嘢嘅時候有4項係需要注意嘅：一、學生應該係徹底將食物咬碎，然之後先吞落去；二、專心進食，千祈唔好一路講嘢一路食飯；三、安坐進食，我哋要坐喺張凳嗰度去食嘢，避免一路行一路食；四、將啲食物擺入口裏邊，避免用吸住嘅方式去吸入食物。以下係適當嘅餵食方法，我哋應該係同個學生係水平線咁樣去餵食，將食物去擺入學生嘅口裏邊，亦都避免學生嘅頭向後傾。喺學生食嘢嘅時候，我哋就要避免有環境嘅騷擾，唔好開電視、電腦或者一啲音響嘅設備，令學生食嘢嘅時候可以專心。童工喺餵食嘅時候，亦都應該留意匙羹嘅方向，匙羹應該係平放入口，避免學生喺進食嘅時候需要昂高個頭。童工亦都應該留意學生飲食時候嘅坐姿，避免學生頭部向後傾，因為咁樣會令到氣管入口擴闊，食道入口收窄，咁樣就會令到食物更加之容易跌落去氣管裡面。大家可以嘗試以下3種嘅提示，去提醒學生飲食時候應該要有嘅坐姿。一、觸覺提示，童工可以輕按學生嘅後腦，提示學生避免頭部向後傾。二、觸覺提示，童工可以貼一張嘅圖喺當眼嘅地方，同埋擺一塊鏡喺學生嘅前方。三、言語提示，童工可以提醒學生要眼望前方，又或者係眼望某一件嘅物件。童工亦都應該留意餵食嘅速度。喺食下一啖之前，大家可以先檢查學生口裏邊嘅食物有冇吞晒。喺飲流質飲品之前，亦都應該先要求學生吞清晒口裏邊所有嘅食物。童工可以通過發聲同埋觀察口腔嘅狀況，去決定學生有冇吞晒所有嘅食物。以下係教職員喺餵食學生嘅時候要注意嘅事項：一、提高警覺，特別喺出外活動、小息同埋學生收到獎品嘅時候；二、要小心選擇食物獎賞嘅種類同埋學生嘅進食方法；三、要留意學生食咗啲乜嘢嘅食物，譬如食物嘅大細。食物係咪一啲高危嘅食物呢？四、唔可以俾學生協助未能夠自行進食嘅同學。五、
確保學生有一個好嘅坐姿，避免個頭向後傾。6. 提醒學生要注意進食時候嘅安全。7. 如果有任何嘅疑問，請立即暫停進食，並且諮詢 ST 或者係 OT。再一次提醒同工有以下特別注意嘅事項。1. 如果需要插喉嘅學生係唔能夠進食同埋唔能夠進飲。2. 如果不幸地有學生近親，應該立即通知護士。3. 退化病症嘅學生進食嘅情況會隨時轉差。4. 如果發現學生喺進食嘅時候有變，請立即通知 ST 同埋 OT 去跟進。